一开始有自己去学一些乐器，然后家人有推我去学钢琴，可能我被逼的那种。就是他们希望，被逼希望你变成周杰伦。对，然后每天给我弹8个小时的钢琴。对之类。然后我就已经有点不太协调了。7天。对。所以你学7天就没有学了。请老师好好检讨一下。请老师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学生学7天？7天前充满希望，7天后，我先回家。跟大家亚外毛ring亚外聊天室开门喽！耶！欢迎大家，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很久没开录了，家里有点事情啦，终于调整完毕，我又回来了。亚维聊天室今天请到了这2位呢，他们是从台东远道而来，专程来台北被我访问，你看我真的是太有荣幸了。让我们来欢迎 Yash 制作人 Gui 来耶！大家好，我是亚许于耀祖。好，大家好，我是 Gui 盛荣，登录音乐。耶，太棒了！听说发了2张专辑，等一下我们好好的来聊专辑这件事情哦。我先来讲一下，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很快很紧急，6月5号即将要举办演唱会了，所以呢，我们临时赶快插档，我在那卖购物台，赶快临时插档。对，因为其实我还有好几个那个库存还没上架，但是因为箭在弦上，马上即将要开演唱会了，所以先来宣传，我们再来慢慢介绍。我们6月5号是在什么地方举办演唱会呢 ？OK， 大家好，我是亚许耀祖。6月5号，我们在台北野地方举办我第2张专辑《Home》的专场。那当天呢，也会带来第1张专辑的《心中的小恐龙》那而且还有3首未发行的歌曲也会带给大家。3首未发行哦，所以大家是抢先听。对，抢先听2026年最新的作品。对，但是《Home》这一张专辑也是2026年最新发行啊。对，4月16。4月16不是3月发行？哎呦，没有认真在读资料，你看打屁股。好，先来聊聊你哦，Yash， 你是一位来自台东的阿美族创作音乐人。对，那听完了你2张专辑之后，你是一个饶舌歌手是。对呀，想要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然后做饶舌创作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16岁，然后就有开始在听。那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载入。然后创作一些作品，录到放了街声，对。哇塞，17、18岁自己在家宅录，对的。所以你16、17岁那时候就是住在台东吗？对，都在台东。一直到现在还是住在台东？我18岁之后就去屏东大学读书，对。哇，所以你在家宅录的那一段期间，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饶舌音乐，而不是像一般像大学生、高中生他们会想要学吉他、热音社啊？一开始有自己去学一些乐器，然后家人有推我去学钢琴，对。但我发现可能我是被逼的那种，就是他们希望，被逼希望你变成周杰伦，对，然后每天给我弹8个小时的钢琴，对之类。然后我就想说，那好啊，那我就去学看看。那发现钢琴学了7天，我就已经有点不太协调了。7天？对。所以你学7天就没有学了？对，因为老师比较凶一点。真的？对。比如是怎么样的凶？因为刚好是在是我爸的好同学，对，然后在他们家里面是房间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台钢琴。对啊，一开始觉得蛮好玩的，那后来老师可能觉得说你就有音乐天赋嘛，那你应该可以学得更快啊，你怎么还是这样子弹？对。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钢琴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时候。对，其实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影响啦。对呀，如果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的学习经验不好，你可能就会原本有兴趣的东西就会放弃它了。所以呢，经由这个事件，我们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老师的问题。请老师好好检讨一下。请老师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学生学7天，7天前充满希望，7天后我先回家再见。谢谢老师。不是，也是我自己跟老师讲，我老师我觉得我不行这样子。OK， 那
一样啊，为什么？到底为何会回到这个饶舌这个地方去嘞？是那时候我们有在玩滑板，就比较街头一点的，然后有冲浪。对，所以那时候的小孩，那时候的文化就会比较接近 hip hop 的文化，因为 OK 你需要戴耳机听一些比较重的，嗯，比较 hip hop 节奏性的。哦，原来如此，所以你在那个时候玩滑板，然后尝试着写一些饶舌的音乐，那主题大概会是写什么样的故事？最一开始其实都比较硬派，硬派，就是骂来骂去啊，那种想说什么就直接录、直接唱这样子。就是直接就是很饶舌的文化，可以对跟大家分享，就是互相呛来呛去这样，对，比较像 gangster 那种，就是很硬的。很硬。对，像是不想在街头怎么之类这样子，比较硬派，然后节奏性比较强的那种。真的，我真的对饶舌不太了解，但是据我所了解的饶舌就是两边的你们是可以 freestyle， 然后随时随地呢就可以创作，然后就互相呛来呛去，这是我对饶舌的理解。diss 的那种。diss， 对。对啊，好特别哦。所以在高中的时候玩滑板，开始了饶舌音乐。那你的第一张专辑，它跟小恐龙有关系，叫做是心中的小恐龙。心中的小恐龙。每个小男孩小时候应该都很喜欢恐龙，所以你心中的小恐龙是在写你童年吗？还是说你成长过程？他那时候我比较像是比较迷失自己的时候，对，比较飘的时候。比较飘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也有组团嘛，那后来我们5个人就解散。是解散之后，我唱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收敛。比较收敛哦。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好兄弟一起。哦，对，你在之前有组了一个团呢。对。对呀，那个团也是一个饶舌的团嘛。对，叫躁郁。躁郁。对，那时候是躁郁是有多躁郁？就是因为5个人都很硬啊，就是很好动啦，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然后一起组了一个饶舌团体叫躁郁，所以5个人都可以饶舌。对，5个人都可以饶舌。5个人可以饶舌。那后来就是大家各奔东西之后，对，你自己开始做了自己独立的专辑《心中的小恐龙》，也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认识我们现在的制作人桂盛荣盛荣，对，盛荣。我们是10年前，我跟他认识大概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台东东河嘛，它其实是一个冲浪圣地哦。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东河，我们在教12岁以下小朋友滑板，我在教滑板。所以制作人本身也是会冲浪，然后会玩滑板。没有，我是纯滑板，我是管陆地的，然后他是滑板冲浪，海陆的。对，你们都是极限运动，很厉害耶。所以在运动上面认识。对，一开始，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有做那个活动，有做一个主题曲。那刚好大家都会有一些音乐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幕后录音、混音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他就写了一段词，然后用 rap 的方式，饶舌的方式。是。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是弹民谣，然后但他就在那个节奏里面，所以你就在民谣吉他里面开始饶舌饶起来。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也帮他录，我就想，这年轻人唱歌蛮有画面的。然后，但这个过程中大概有隔5年，他因为那时候他快18、19要去屏东念大学，哇，读书。所以第一张专辑发生是在18、19岁那时候吗？没有，大概是 demo 还是还没有。那时候他只是就是自己写词，然后可能就是去找 beats 这样子。OK， 对。然后就是刚好提到说你会自己在家摘录，然后放在街声 Street Voice 上面。对。所以那个时候的阶段是在 Street Voice 上面发行你自己的那个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子。对 demo 这样子。那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又跟盛荣老师遇在一起，然后成为
录音室？应该对，就是他后来从屏东回来，大概已经隔了5年，对，5年，哦，就是大学毕业了，对，然后再回到台东，然后那时候我刚自己用一个那个 studio 在台东叫登录音乐，对 Landing Music， 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他汇集了很多歌，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决定要制作这个年轻人这样子。好棒哦！就是从滑板开始认识，对，然后开始从饶舌，隔了5年之后，好像牛郎织女再相遇，有没有？再相遇，诞生出一张作品出来，心中的小恐龙。那这一张作品里面全部都是饶舌，但是后面有2首歌是族语歌曲，很厉害耶。对呀，因为其实年轻人，大部分都做创作的人比较少会主动想要去做族语歌曲。那我想要问说，族语歌曲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念头想要去创作族语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常住在市区，对，阿嬷都在都兰，对，那时候其实这2首歌是最一开始我们本来朝向可以发展一些母语的，就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部落，其实这些语言都还是有息息相关的，跟自己对。然后那时候因为自己母语不是很强，对，也不是怎么会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会有打电话给家人，在录之前，然后想要把它写成母语，就是打电话给妈妈或阿嬷，然后问他们说，因为母语不能直翻，对，有时候那个意思会不同，对，所以就有打电话请教他们说，那如果我想要把这首中文改成母语的话，要用什么方式？对，然后妈妈跟阿嬷有时候在电话里面就会慢慢跟我讲，你这句可以怎么唱，怎么念，怎么发音这样子。所以你族语的部分是用唱的还是用 rap 的方式？都有，像结合这样子。我很酷我很想要请你现场示范一下，就是第一张专辑因为其实族语很珍贵啊，在2张专辑里面，其实你做了2首歌，对啊，可以试着来就是稍微秀一小段族语的 rap 的部分。可以，对，我想一下族语的，没关系，你可以想一下。那个梦中嘛，对。咪妈了的安阿姑咋格曼吉他，我知道灯不会再为我亮，深夜的山路得自己走，学着长大，变得成熟，有太多的东西还得摸索，像是横越的沙漠，穿越的时空，赤脚走过山洞，每个路过的风景，路程憧憬，把它放在心中，握不住的怎么抓也抓不住，别再哭得稀里哗啦，带不上的东西带也带不走，别再叽叽巴巴，怎么比都比不过他，一山他还有一山高，回忆本来就片片段段，一张再接着一张烧，嘎，曼吉他，咪妈人的南吉他，大概是这样子。哟耶！对，意思那个母语的老舍很厉害，很有意思啊，就是用母语的歌曲，然后再加上中文的饶舌。那这首歌，它母语的部分在唱什么意思呢？其实这2首都是比较像是在讲梦中，然后跟成长。梦中跟成长，它是反映到你整个专辑的概念吗？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回部落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害怕长辈讲什么。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有遇到过啦，就是回部落会被责骂，就是被念。为什么？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责骂不是不好，也不是刻意故意的。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老人家想要你成长，想要为你好。对，希望经过这个碎碎念的责骂之后，他其实在他们心里面应该比较像是叮咛啦。对。可是小朋友都会觉得，真念的烦呢。对，会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啊，那如果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觉得说哇，我觉得很好奇耶，到底这个饶舌音乐是一个怎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也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去搜寻 Yes。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2张专辑。哇，原本2个人牛郎织女牛郎织女相遇。一起合作当时我们的盛荣老师
哦，他是录音师、混音师的，在第一张专辑的部分，在第二张专辑，听说强势介入，成为制作人啊。第二张专辑的名称很有趣，它是 HOM， 对 ，home 家里的意思，但是听说你还有结合注音，对，和物翁 home 四声 home。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想要强调，因为 home HON 是英文，对，那又很想强调注音这个是想要强调这个家的重量，对人与人之间的温度的那种感觉。是，所以从17岁到25岁，你唱了《小恐龙》这张心中的小恐龙这张专辑，到了第二张，你现在几岁啊？29岁哦，有开始里面有讲到家人，讲到爱人吧？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就是你刚刚说的。那这一张专辑里面，你有没有比较觉得比较特别的歌曲想要分享给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Home 这张专辑，我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守护星》。守护星哦，对，这首歌。那它里面是在写什么样的故事呢？守护星比较像是对爱情的一个看法，对，比较像是第三个人称去看待爱情。看待爱情，那你是在看待你自己的爱情吗？对，可以这样说。你的爱情观？对，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所以你到现在29岁，总共交了几个女朋友？主持人可能要跟你借你吗？对，我也可以借你，还有郭哥也可以。对，不够，没有了。所以你的爱情观是？没有，怎么我不知道？没有，也太多了吧？没有，大概7个吧。哦，7个也很多哎，差不多。认真交往的7个。认真交往的1个。一个是现在这个。对，没错，就是现在这个。很会。对，那这首歌什么？已经是太太了。对，所以现在已经结婚了，对，定下来。哇塞，我们作为创作歌手，必须要有社会责任，不能骗人啊！郭哥说结婚定下来要讲。对，还有一个小孩。对，他有小孩。有一个小孩。对，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听出来，里面好像有歌曲是写给小朋友的，对不对？孩子你别怕。对，孩子你别怕，写给你自己的小孩。其实最一开始这首歌是 demo， 在我还没有太太跟孩子的时候，对，比较像是唱给以前的我那个自己，就是比较懂事的时候。所以你现在懂事了吗？对，我觉得成熟了，对，应该是有责任感，对，有责任感，有责任感。所以我们后面又把这首歌再把它重量再加重一点，对，然后觉得要给我现在的孩子听，对，我觉得很酷，因为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啊，我在听你饶舌的时候就觉得，这位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然后唱饶舌呢，他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灵魂，但是有听到唱给小孩的歌，就觉得很酷哎，你已经是爸爸了，你还可以成为一个这么有活力的饶舌歌手，你可以聊一聊，就是在单身还没有就是自己一个很独立的音乐人，跟现在这个身份，你同时是为人夫，然后为人父，然后一样还是在做饶舌歌手，这2种立场有什么样不同的心情吗？我觉得我更想把它比喻说，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孩子是一个在我音乐上创作的一个动力。对，就像《孩子你别怕》这首歌，其实它原本是一个 demo， 是当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给我的礼物，对我太太给我的一个礼物，所以我更想把这首《孩子你别怕》完成。所以我们把这首歌放到《Home》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也对这首歌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就是像在编曲上啊，或者是他的那种灵魂吧、情绪，对我都觉得其实比较朝向我现在我有孩子的这个，我是一个爸爸的身份这样子。了解。那制作人呢？制作人你怎么看？因为你从他17岁就认识他，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帮他制作了一张完整的专辑。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你觉得合作的经验跟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应该是说，从第一张17岁、18岁认识他，然后到差不多隔了7、8年，我们才做第一张。对。然后第一张的时候，我就比较
希望，因为第一张的概念是年轻的探索。对，迷失那种感觉，找不到方向，就是让他这一张作品是给人家这个颜色，然后我就比较没有介入太多，然后到第二张的时候，因为它也转变了，那我就想说，第二张我希望你有同一个色彩，把你对家人、对朋友、对亲情、对动物的温度唱出来，是这个意思。真的很有概念呢。那你确实有看到他真的有在成长吗？还是说只是一个音乐的包装，包装的很成熟？应该是说一定有，因为第一张跟第二张就是尤其是我一直很喜欢耀祖，就是唱歌是有画面感的，然后就是饶舌啊跟旋律啊，我觉得我希望把他这个画面感能够唱给大家听，那我们尽量把这个画面感让大家听的跟我们画面是一样的，这样子。讲到画面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进录音室之前，我跟Gui跟郑荣老师有在聊，因为他说第一张专辑有做这个 live session， 在你的studio 里面做，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是可以直接在什么样的平台可以看到吗？可以在 YouTube 搜寻登录音乐，你们就可以登陆地的陆还是登入？就是台风的登陆的对，台风登陆的登陆。很登录音乐，不是台风登录，对，不是台风的意思，对，是音乐登录了，对，音乐登录音乐，对，记得搜寻去看 live station， 就是感受一下那个音乐的画面。当然，你们也可以实际看到画面。那有没有计划第二张专辑也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影片？一定会啊，真的，一定会，就是但我们现在的重心一定是6月5号，你就可以看到真实的画面，没错。6月5号，音乐我们自己在串流平台上面听，甚至是你买专辑回去听，你会每一个人脑袋里面想的东西不一样，会有不同的画面。可是如果我们是同样一起在这个6月5号的演唱会，跟着歌手，跟着他的音乐，跟着他的饶舌在一起，所有的人，所有的听众在一起的时候，同步一起集体感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感受。那希望大家在6月5号的时候，现在还有票吗？还有预售票吧？一人一票就要。对，时间很紧迫，就只剩1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大家赶快要先去抢票，然后预售票应该会比现场票便宜，对不对？对，好，那再说一次我们这个演唱会是在台北的野地方，它是在台北的什么区？中正纪念馆的，对，在离东门站，对，东门站，捷运东门站。大家要先上网搜寻一下 Yash 的 IG， 然后以及脸书有吗？有，对，脸书上面都有演唱会的资讯。那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2张专辑，我们除了做这个数位串流之外，有做实体专辑，对不对？有，实体专辑我刚刚才拿到，对。来，就在这边。好，第一张专辑就是心中的小恐龙。很多朋友们呢，他们有在收集喜欢歌手的专辑，大家也要去多多的支持。然后第二张专辑 Home， 你除了在串流上可以听到，可以实际的去买到实体专辑。现在可以买到实体专辑，真的要珍惜，因为大家都做限量。大家都做限量，不会再无止境的不断的去压片了。好，所以有买到就是一个纪念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珍贵的限量专辑。那想要再问一下，这2张专辑的视觉，对，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你的这个封面的概念跟大概包装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然后跟这个图案，这是一个恐龙。那其实这个恐龙是我们一个朋友他们设计出来的，手绘吗？对，然后对手绘的，然后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恐龙比较像是心中的那一种，就是很不规则的状态，对，然后再来是这个颜色，我觉得看不出来是恐龙，对，有点不好意思，看不出来是恐龙。我本来可能没有那个艺术细胞，对不起，就是充满想象空间，对，就像小朋友嘛，小朋友画图说这个是什么北极熊啊，你可能对，可以让你去
对自己发掘。对，想象空间很有趣。那第二张专辑《Home》呢？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封面，这个是裸上身。是你吗？是你本人？对，是我本人。你尺度这么大哦？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这其实是我拍的。为什么要拍裸上身？这一张呢，是我们在做好专辑的，就是整个编完之后，我就是想说，要做封面，然后就找，我也想放很帅的照片，然后就突然发现这一张其实是在我们录第一张的时候，一个空档，我拍，这也是我的空间，就是很自然休息的时候拍的哦。对，然后其实那个我的概念是，这整个状态的感觉，他的眼神很像在家哦，所以那个眼神很符合。对，那我觉得确实，对，我觉得 home 的概念就是不是你待在的空间，而是你跟了谁。你这讲的是就是 home 不是你待在的空间，你看的空间，而是你跟了谁，身边跟了谁。我知道了，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自在，就是在你的这个登入音乐非常的自在，就像在家一样。也没有，就是无限业配。应该是说，就是他不知道他其实不知道我在拍他。哦，就是很自在的感觉。对，就是我就是想把这个概念呈现出来。当然，我在给他用这个封面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是你 OK 吗？你确定吗？你太太 OK 吗？对呀，我很紧张，我就说，这个会放50年哦。对，不止50年，会放永久吧？对啊，就是然后地球还没毁灭之前，它会一直存在。对，然后就是我就说，你确定吗？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很 OK。那我们就放下去。我的概念还是在于说，他没有很华丽的衣服啊，还有蓝白拖啊，还有肚子，还有什么，就是完全没有 say 好，很自在，就是在家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在家也是这样啊。没错，对啊。那我现在就看到你们的录音室，登录录音室看起来真的很豪华耶。没有，它其实以前是一个夜店。对，是一个夜店啊。然后它是一个空间，然后我把它租下来，哇，然后就盖了一个 studio， 这样。好赞哦！所以装潢也省起来了，对不对？夜店的有留下来，这是他以前的地板，对，我们把它留着。很棒啊，就蛮特别，而且你随手一拍都可以拍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超赞的，很 chill 的感觉，对，很 chill。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2位来到亚维聊天室，我真的也很荣幸啦。在亚维聊天室呢，虽然是刚开张，但是我们这边气场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亚维有聊过的歌手居然有入围金曲奖啊！希望我们这一份这么好的这个气场可以延续下去，好不好？赞！那我们谢谢2位，那各位听众朋友们，6月5号演唱会赶快去抢票，然后我们的实体专辑支持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6月5号见，耶！不想再过着烂生活，它一成不变。想要跑完这场比赛，伤口逐渐。当时想要成为超人或拍个电影，才发现自己活得像部电影，超精彩，在图书馆和学妹做爱。所以现在我在外工作，他在家做菜。我们是伟大的人，爱人随时在左右。笔出宗旨不是叛逆，是想交个朋友，但偶尔是想提醒自己工作加油，也偶尔是自己哭的需要香烟啤酒。电话那头妈妈说声 It's OK， 我们没有回答，因为我们掉了眼泪。像是爸妈煮饭在睡爸妈的房，想给爸妈掏耳朵吃饭看我卡通，像爸妈念睡前的故事，还是那套当年你们怎么认识 ？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去 in the house， 要去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去 in the house， 要去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去 in the house， 要去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Yo， 走。
早就已经打烊了，只想坐在这。明明有假，但我怎么还来这？压力占一点，想家是大部分。谁人都软弱，爸妈永远打头阵。还记得我得到外地读书，开了大老远陪我租车，要我好好读书。剩我没车，但嘴边连一抽钥匙，到处筹钱，爸说买了一台风50，读了5年，臭小子他没毕业，那是臭小子每天都跑夜店。需要你的叮咛 baby， 努力打拼，他们老了走路也轻盈。给你一个完善的家和我们 baby， 老子我会好好赚钱，买下一栋房子，让我在客厅好好的抱你。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 要是 in the house， 要是 in the house。I can't go back to my home。Kusinga Yawai Mauring, Pagkita Vavaw niya lagi, mas kaya dalam.